诶，好像不是。诶，这袂使啊，哦，对啊，老师，诶，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靠，靠，我干你，靠背，你靠，是，来创造会当控制出入口啊，是佢也需要另外一个救援性命，才必须互能量塔互相有拖，才会当调整这条的空间战术，救咱，所以。多谢。永远维持上重要目的，咱永远会记意识清楚的上开始的使命啊，找着，然后带上所有记忆，道尽一切。听头仔都做无叮当。诶，好像无咯。你头仔做个无叮当啊？这个代志是我的责任啊。我想我会变成安尼，想不定，多谢你。对啊，咱还袂甲你号一个名，总袂使一直小不点的叫。我是看卖。啊，有啊，以后就安尼叫你吧。莫。好水哦。头顶哦。头顶就已经很久哦，好厉害。这是转播的剧情就对啊。西区执政官要求甲鉴定会面的，欢迎登监执政官，我是新山号的舰长啊。
救好你的功能啊，因为你已经知影我真诶实在实在目的，啊那边你爱主题嘛。虽然讲联邦政府已经批准了这项时间了，我早有疑问啊。Mesty 的开发物件，毋啊是只是武器尔，我希望会当对你呢这场试验有更较侪了解。你的考量，咱完全会当理解。阿斯卡，嘛差不多该到预备时准备啊，我需要做带即阵讲过。等下，安尼敢无问题？毕竟是机密。咱个试验，我想要互即阵馆甲咱伫最前线好好体验者，伊个力量是足袂人的，是致命。这次另外先确认啊，这是有种单位30种适合，这次开始看即阵馆人类文明拓展至宇宙所在世纪以来，一直咧追求的无外乎都是会当突破即副脆弱的躯壳的限制。我的解读是人类贪婪的本性驱使。比起足侪物种，人类虽然弱小，但是可能借由科技的力量啊，达成许多非凡的成就，造就了无数战争甲许多物种生灵涂炭。哈哈哈！你也真是多受先见的，即种阮内面。宇宙中也有足侪先进未知的种族，咱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力量，才会当保护家己。却无思考和平共处的方法吗？和平不只是安尼，但是你将见证的是纯粹且蕴含无穷力量的一种全新能源形态。Chapter 2 The Surface 标明地面啊，吼，这出场够水的，这出场真够水的。哦，安尼就是。原来。